就来请收看咱的新闻。广州长水南海群号17进行海试，监视海试了后，外观才扑起来咧。这台船公司表示，扑起来所在是成立设备的所在，不是变形。昨下晡落大雨，这苗栗泰安的树皮村帮山甲车路塌掉的，要车路的地基绑起。村长对外好友讲来甲因斗3工。以色列和伊朗正汇报天桥，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也未决定敢要对付这伊朗，不过外界认为这几工就有动作啊。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6月19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中共是上空上芳，想要渗透咱台湾的政府单位，也或者行政院修法加强国安调查。这头一批呢对象就是要来锁定到行政院5位大官的办公室职员。这行政院又讲16有发文要求各部会启动调查，把这名单送到法务部调查局办理。这查核范围对1328个职务增加1008人。总统府外交部连续发生强烈渗透，无落实查核机制是一大主因，所以行政院无破网，修法加强国安调查，增加查核编制内容，策略正式实施。第一波对象锁定行政院长、副院长、秘书长2位副秘书长、行政院5长的办公室职员。另外，也16要求各部会启动调查，根据调查局统计，查核范围为1328职务增加1008人。行政院呢已经喊起各部会在6月16号的时候启动特殊查核，查核的资料都是需要保密的。那么尤其是涉及到各自的部分，因此我们不会就结果对外做说明。但是如果会有重大违法状况的话，会再来依法办理。中共渗透威胁，什么所在拢有。这摆修法也将查核人员的动机点甲因的父母拢纳入调查范围。所以是更加深、加宽、加严，也加密了。这个扩大查的办法，我们绝对全力来支持。那我在司法法制委员会的时候，我也扩大的针对特查办法，也应当扩大对于立法院的查。也不过在也无认同，向国安会秘书长吴钊燮发声，赶紧出面说明，若无法度让人民信服政府防谍渗透，必须做半套。因为吴钊燮就用了共谍嘛，那如果政府连吴钊燮这么高的官，都没有先请他去问，如果政府不做这一步，我就怀疑政府真的想要扫除共谍的决心。你又是目前是国安会的这个秘书长，你不止不给真相，连立法院要你来专案报告把事情讲清楚，你到现在也不来。中共也积极渗透国军大将张顺和做强谍，吸收空军官校处长张明德、加空军第3联队前科长叶冠基、台中高分院依法起诉张明德求处11年，张顺和12年。另外，陆军退役中将国安局也涉地受中共资助900多盘，想要伫台湾增建武装组织，切过颠覆政府，答应伫强军公台做内应。防疫国安法定罪起诉是史上涉强谍退役上高重量。台湾高等法院19号头一摆审理，因为涉及国安机密，用无公开审理。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头一只国造的畅水南海群号17进行海试，不过这畅水南的外观介绍有扑起来耐落去的情形，有人讲是这测试了后才变形的。但船公司表示讲，这扑起来所在是成立设备的所在，不是变形。有立委是认为讲，这款乱放风声，讲这畅水南变形，将有可能是中共的认知作战。头一只国造江南海群号17第一届出港进行海上测试，不过详细看，船身有几个所在看起来是扑起来，四周围的船壳也有无平的情形。海群号互人质疑是因为出海测试，致使船身变形。要诋毁潜舰国造，也可以胡说八道。那3个形状不一样的地方，它叫做声呐。本来就是这个样子，那一些都是这个潜舰上面本来就应该要有的配备。那有一些它可能有不平整的地方，也有可能是拍摄的角度，或者是所谓先前所说过的数码效应。因为相关消息伫中国的网络平台传甲真歹听，王定宇质疑可能是中共认知作战的一项。台船是发声明讲，海群号倒边船身船壳扑起来所在是被动切固声纳，因为增高精度电子声纳元件扑起来，不是船体变形。
成立就那亲像尖水艇伫水中的目睭，会当分做主动甲被动。被动成立袂主动发出声波，敢若接受环境的声音信号来判断甲识别目标。优点是搁较好藏，毋过测量的准度相对较低。尖水艦大部分是的两项搭配使用。在水底下航行呢，如果有突出的时候呢，水流速度会影响到。那其实水流经过的时候，它就会产生噪音。水底下是一个听音世界啦。那我们必须说，期待海鲲号在下次在测试或是第二操试作舰的时候呢，能把这个缺点改善。专家认为，即马看到扑起的所在，可能是因为设备临时安装，而且尖水艦本来就会装几落个撤扫声纳。虽然澳大利亚海军的柯林斯级尖水艦也有类似扑起的整流大，不过现代尖水艦大部分会互船壳搁较平、搁较骨溜，认为海鲲号也是后续的量产，应该都会有搁较平骨的外观设计。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家己在一站较赢看别人，来看咱国内业者明王科技，今仔日是展示一只无人机互看，强调这100%伫台湾生产的军用规格无人机，叫做是台湾版的金阿刀，飞行速度上紧有250公里，会当收集所在，也会当攻击。明王也讲，企图中国的红色供应链，就要整合咱国内30多间的厂商，安装在今年完成量产化机制，争取国外订单。无人机升空成点现直线加速，时速上紧达到250公里，飞行距离40公里以上。所来点现优秀长远的能力，各项目标冲落来攻击，精准击着。这是国内业者明王科技打造 MIT 军用双轨无人机 Cobra 3120，会当讲是台版的金阿刀19头一届电视。无人机伫落乌战争效果真好，政府甲民间积极投入研发。明王打造 Cobra 3120，主要是以一个人用发射筒操作，采用车后无插全自动飞行，也是精大一体的无人机，会当透过 AI 认识目标，执行多元任务。这个实际上的用途是看我们的客户他的设计是为了什么样的使用，但是对我们来说，我们其实是提供一个无人的一个载具平台。现场也展示了 Cobra 3120号称台版弹簧刀的无人机的实机，而目前的业者已经先行小型试产了超过200台，也目标在今年完成量产化的机制。那电视台版金阿刀现场各电视车载导控系统、地面导控站，不过台湾发展无人机首要的难题就是卖起目着红。为了克服困境，明王一路整合全台湾30多间厂商，成功打造 MIT 纳色供应链，和无人机100%伫台湾研发制造。这不只是技术的突破，更是整体产业链协作力的展现。把 MIT 从单一零件的代工推向系统整合制造。那其实，在我们跟美国这边的互动，积极就是把台湾的供应链把它打造起来，而且我们要求的是非红供应链。那所以我们希望把所有的这些零组件模组，台湾利用我们台湾 ICT 的这些能量，把它建立起来。国产的无人机要走向国际，明王指出，目前已经有东南亚、东亚等国协谈订单。简志伟嘛讲，国内业者打造完整的供应链，政府嘛持续提供协助，让咱台湾制造的会当徛在国际战略的舞台。记者综合报道。金门厦门之间的分两区海峡有70多公顷无经过金门县政府核准的河边，外界烦恼讲，这中国渔船来这收蚵仔，就等于是爬过界，甚至造成国安的空防。金门县政府是认为讲，互中国渔民家己拆掉，不过行政院强调未开放中国渔民入来到咱的水域，这寡违规的这河边呢，是由台湾政府来处理。来挥舞杆子。面对巨舰，海巡是强势定准来查处。金门海巡队伫2月14查到金门养殖业者非法请中国人士越界来饲蚵仔，其中金厦海峡之间超过70公顷无经过政府核准的蚵仔坪，卡出中国渔船越界采收，恐惊变作国安破空。这是今嘛非法的蚵仔坪爱安怎听？金门县政府建议采取2005年的处理模式，针对犯渔民入来咱的海峡，甲违法的蚵仔坪拆掉，家己早登去。但行政院强调会互咱国政府处理。到现在为止，我们没有要采取说请他们过来拆完拿回去。那海巡呢，基本上都是作为一个执行的机关，如果说有违法的、应该驱离的、应该要处理的，他就会做这样处理。执行的方式是按负责执行的机关到底是谁？
还在这个研究当中哈，因为它牵涉到你要用船，然后要有足够的人力跟足够的工具，不是很简单的事情。中国利用船只做铺设侵扰，唔那是常态嘛，互海巡列做是执勤的重点。根据海巡署的资料显示讲，金门县政府核准的蚵仔养殖区干那4公顷，其他范围的拢是违法去设的。行政院表示讲，合法的部分应该保护，但嘛禁止合法暗砍非法。合法养殖的这个部分，去年农业部已经有跟连江县政府一起合作，那总共有22户，9户已经有可以追踪追溯。我们今年也在跟那个金门县政府一起来合作，那来辅导养殖渔民。他要能够落实放养量的这个申报。除了落实蚵仔病的源头管理和登记，最近一寡业者已经对埔里岛渐渐改用麻电铺病的方式来饲蚵仔。现阶段若是要把违法的蚵仔病拢拆掉，总重量会超过900吨，运送的成本恐惊都是一大难题。记者综合报道。讲到以色列和伊朗19继续交锋对垒，这伊朗的核反应炉受到攻击，也那以色列的病院也互这飞弹击掉。就算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也未决定敢要来出手对付伊朗，不过外界是认为讲，这几天川普的动作啊，目前以色列的民调显示有83%民众支持拍伊朗。经报社世界亮，以色列和伊朗19是持续互相发动空袭。外传美国总统川普已经批准对伊朗的攻击计划，但是还未签上尾命令。地政人士讲，川普和国安团队会伫台湾时间19暗时11点半，搁一摆去北京战争室来开会。彭博社报道，川普政府伫未来几天内就会做好打击伊朗的准备，而且美国国防部嘛准备好要随时台令。I have ideas as to what to do, but I haven't made a final. I like to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1 second before it's due, because things change. I mean, especially with war, things change with war. It can go from one extreme to the other. The American people elected him to make these decisions on their behalf, and if and when those decisions are made, the department is prepared to execute. 一大堆反战人士18是聚集伫美国华府白宫外口和纽约等所在来发动示威，要求美国和以色列莫对伊朗来开战，而且骂以色列是中东的恐怖主义的国家。但是，有以色列的支持者是出现伫这示威的人内面，中的情势是真紧张。另外一方面，天主教的教宗良14世18嘛发出呼吁，莫对战争感觉习惯事啊。Non dobbiamo abituarci alla guerra. Anzi, bisogna respingere come una tentazione il fascino degli armamenti potenti e sofisticati. 虽然外界希望以色列和伊朗的冲突会当较紧降温，但是根据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的民调，高达83%以色列犹太人是支持和伊朗来开战，敢若12%阿拉伯的以色列人来支持打击伊朗。伊朗外交部19是大骂国际关联总署 IAEA 顶礼拜的报告，讲伊朗是无遵守禁止核扩散的规范，才造成这波冲突。IAEA 署长格罗斯回应讲，报告内面并无指出讲伊朗正在制造核武，但是伊朗表示讲，即马定称拢伤慢啊。公司新闻新乐报编译。讲到即马，这以色列和伊朗的战火是无停歇，外界也烦恼讲，这伊朗若准封锁某一通道荷莫兹海峡呢，敢会造成这能源危机，冲击到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今日表示，政府的关注有价不价，敢是受到战争影响。也讲，张总统府有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拟定各种应变计划，会陆续对外宣布。以色列甲伊朗冲突情势继续升悬。皮普国家报道，美国高层官员当日为对伊朗发动攻击做准备，计划这礼拜六真正空袭伊朗，介入以色列甲伊朗的冲突。外界烦恼，伊朗若封锁关键贸易航道，荷莫兹海峡敢是可能造成能源危机，冲击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透露，总统府已经召开国安高层会议，拟定相关因应措施。油价跟物价可能受到战争的影响，那政府都有密切的关注。昨天的国安的这个比较高层的会议呢，也针对这个做出各种应变的计划。政府紧盯国际情势，各个部会必须要共同提高警觉，必要的话要适时的采取各项措施。总统府表示，罗总统已经指示国安甲行政部门加强戒备，严备应变处理。会听行政院继续观察国际原物料能源油价、民生物品等相关物价维持稳定，确保物资供应袂欠。也强调甲各方朋友继续保持高度紧密联系，请民众放心。林佳龙指出，能够做以色
列代表处甲代表官社虽然也受战火影响，淡薄受损，也毋过继续运作，也暂时无正式退侨计划，也毋过已经陆续协助有需要的台湾人离开以色列甲伊朗。目前统计，有274人伫以色列，6个人伫伊朗。已经离开几位？20位。伊朗那边原先我们掌握的是9位，那现在有3位，他们已经从陆路到土耳其去了。那最近呢，还会有3位可能会往北边，我们每天都有联系。可以联系上吗？对，而且主任他自己对于其他还没有离开的一些撤离路线，他都已经规划好了。也毋过传出有伫伊朗的台湾人寻求中国大使馆协助撤离，林佳龙澄清，咱国民众拢有甲兼合伊朗的驻杜拜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是学生，那有同学的关系，是因为这个伊朗。政府他们有提供车辆，所以他们彼此因为熟识所以就一并的搭乘。另外，对于美国国务院定义暂停国际学生签证申请，影响到真济去美国留学台湾学生。林佳龙表示，外交部得到 AIT 重新恢复美国的中期学生签证面试受理，短期内就会公布新的流程。公视新闻采访报道。热天到啊，这西北方面各项要特别注意哦。昨下晡呢，这苗栗泰安的象鼻村，因为这雨落真大，崩山的石啊，甲车路塌掉的，要这车路的地基规个崩起，甲溪流塌掉，就有可能变作是崩山潭。村长要呼吁外界赶紧来甲因斗相共。另外，伫咧三湾呢，有民众去遐钓鱼啊，说因为这落雨溪水涨起来，掉伫溪埔，消防队是开3点钟才甲这钓客救起来。地基大面积冲蚀，路面甲土瓦规个冲雷坎卡。苗栗县泰安乡象鼻村永安部落的中支线路，因为18公降雨造成道路中断，山顶的住户无法度转厝，农作物嘛无法度运落山，溪仔水搁好塌甲亲像崩山湖。我们怎么办？就只能借助别人的家里了。哎呀，这个路断了，就对。对，全部摊放倒下去了，横着摆在南市区那边。应该你目前现在眼睛看得到的话，就已经有积一点水了哈。等一下做大水的时候，变成堰塞湖。落大水雨，搁藏冰泡，也搁有土石流。泰安乡18个大水雨造成灾情，中乡道路搁出现大石挡路，无法度通行。乡公所表示，19早起已经先抢修通车。中支线路会另外开新路，搁加台中农村水保分署研究建地亚溪。我们现在的隐忧是在这2个区块。所以村长就没有离开部落那个村里面跟部落在坐镇。另外，苗栗三湾乡出名的观光景点水漾森林，18暗时因为溪水涨悬，鹿营区钓鱼的51岁姓陈查某人掉伫沙坡，消防队急步赶到现场救援。消防人员先以无人机勘察地形，找寻适当救援位置，之后利用抛绳枪交付救生衣。以钟摆式救援顺利将待救者救出。因为水正窜流，消防人员用手啊救援，经过3点钟，才把姓陈的查某人平安救进花，结束惊吓的场面。记者综合报道。前几天有民众伫高雄买一个代替便当，拍开内面竟然有加纸。想要到昨暗呢，有民众伫邦桥买一粒代替便当，鱼丸一加开，内面有塑胶锁啊。这代替便当的食案一直出问题，引起大家讨论。代替表示讲，调查了后是台南的鱼丸工厂无顾品质，目前已经暂停合作啊。加纸规只好好出现伫便当盒仔内底，这是高铁左营站的代替便当，互民众感觉真罕过。代志才发生无偌久，即摆换邦桥的代替便当也出错，有民众伫网络打文讲这粒鱼丸啊安怎加都加袂当，详细看才发现讲，竟然出现塑胶锁啊，互民众看了心惊惊。大概半年内都不敢吃了吧？不想买。吃这种时候会稍微注意一下。如果说短期内出现第2次的话，就要多注意。对此，代替是回应便当内面的香菇沙白鱼丸有塑胶锁啊，是供应商的问题。目前已经停用库存的货，也会向厂商来求偿。虽然讲有出错，不过支持代替便当的民众也是真多，有人替代替便当加油。对台铁有信心，我相信台铁会马上改进。还好吧，因为偶尔可能也会跑进去小虫子。新北市卫生局也派人去了解，查出来有问题的便当，虽然是伫咧新北市咧卖，不过做便当的厂商是伫咧台北市，也那鱼丸的供应商是来自台南。目前已经请台南的卫生局去现场做稽查。该便当的制造商位于台北市，那供丸的来源为台南市的厂商，将移请制造商所辖卫生局后续查办。代替便当一直拢是真侪人介意的便当，去年伫2024年一年就8亿6300万的营收，平均每个月卖出来
175万粒的便当，如今食安问题一再出包，恐惊也会加减影响到民众对伊的信心。记者陈阿选林曲凯台北报道。来看屏东的垦丁，却是变甲无啥有人去啊！有业者表示讲，这歇热头一个礼拜订房率95%成，是这20年来上介低。学者分析讲，这几年真侪人会带伫高雄去到垦丁，爽爽的就离开，建议当地政府就要做规划，做出差别，把这游客写倒转来。日头沙坡吸引游客来遮，屏东垦丁往年歇热时各路热门选择，即马已经毋是啊。有当地业者透露，今年歇热头一礼拜订房率只有大约50%，是20年来上低。临时出来的会比较多，出游的习惯比较不一样。我们相信暑假的订房还是会提升上来的。根据统计，垦丁以这个月游客总数比去年同期少大约35000人。佮看近10年，垦丁游客为2015年808万人次一路降，2020年到2021年因为疫情，一日降到只剩201万。后手淡薄回温，也毋过去年受出国调整影响，佮落降，比去年少48万人次。那个海水太脏了，他们自己弄水上活动的人都在那边吃槟榔啊，吐槟榔汁在里面。去那边买个随便捡个卤味，400多块、500多块，超贵。民众拢有因的考量，煞无愿意去。反过来看小琉球，疫情了后游客人数继续提升，2023年起甚至连2年超过110万人次。为此，垦丁管理业者也无愿意安尼落去社会赢回人潮。大家有看到换阳伞那一些的，就我们想要把海滩变得可以媲美国外，持续的在做一些海滩上的改善，然后跟一些行销上的曝光。游客并没有大幅的减少，而是他采取一日游的形态，很多他会停留在高雄，然后透过交通再到垦丁，这个是一个比较奇特的现象。便利的交通改变旅游形态，学者建议官府甲业者规划在地旅游顶，包括局限水上活动，互垦丁甲同类型景点出现差别化。同时也爱思考安怎刺激消费，吸引游客回流来稳定当地观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日真侪人会伫咧网络顶头买外国物件，就爱使用一个实名认证 App EasyWay。即马这个软体呢发布重大通知，因为诈骗包裹情形真严重。对6月20开始呢，禁止境外 IP 连线使用，包括着这徛名认证和伪证作业，拢爱登来到台湾才会当连线。若准人伫咧国外就无到使用这 EasyWay 认证，包裹就会可能卡伫海关啊。平常时下晡，伫台北市中心的报关行，工作人员的手无停过，申报海运、空运进出口的业务量是有够大。不过，即马伫网络买物件的人爱注意啊！实名认证 App EasyWay 易立委发布通知讲，对6月20开始是禁止境外 IP 的使用，包括实名认证和伪证作业。照过去的流程，消费者买海外包裹了后，买物件平台会透过报关业者传送资料，再通知民众去易立委确认申报符合了后，易立委才甲资料经过报关业者送登去网购平台才会行。即马卡数民众若是人伫国外，亲像是人伫日本要淘宝，都会无法度认证，恐惊造成货物歹通关。很显然，就是说有人境外的不法集团在利用这个漏洞来造成我们这些海关或者我们边境查缉机关的一个调查的困难，我请观光公司要去评估一下封锁这个，就是禁止境外 IP 操作 APP 的部分。主管机关解释讲，主要是因为假人的名的包裹的问题真严重，海关捌查到真侪件违禁货品进口，也是申报无符合品项，互无辜的民众封假伊名报关。若要查源头，大多数拢是对中国的不法集团来的，套用民众的国资，再参照边境机关的建议，封锁海外 IP。代购业者，因为他本身可能会有比较多，例如说协助去做报关的动作啊，或者这些商品比较大众的这个采购的时候，他确实可能并不见得都能够在国内去完成这些流程。好，他可能也会请他在国内的一些合作厂商，例如说把它做分工的动作。专家建议讲，若是长期拢住伫海外，且亲戚朋友伫国内做报关人，也是该用纸本来申报，拢会当解决。短期出国的民众，就等到登来台湾了再申报上简单。记者综合报道。目前全台湾立委罢免案要进入到第3阶段的投票。
中选会十会表示，其中国为国民党立委的罢免案有函请这罢免案领函人报警，其中立委杨庆英差上济差3000多分，也拿新北市立委罗明才差564分。另外，林书明是质疑讲，这联署案内面第一阶段提议人和第二阶段联署人重复，也拿中选会强调补贴是法律定的，选务机关依法办理并无唔对。检方侦办专台罢免无实在联署案伫台南台北了后，国民党宜兰县党部主委林明聪等12人19确定去予宜兰地检署起诉。检方表示，罢免立委陈俊武的联署书总伪造份数超过5000份，党部阁予抄写名册当共1000至1500的报酬是集体假字。林姓等12人均涉犯个人资料保护法及刑法之行使伪造私文书罪嫌。因为我爸爸是医务署的主委，他们尊重主委，但是并不代表他们听命于主委，他们都是领党中央的薪水。林明聪的议员后生林雅贤替爸爸发冤枉，这个检调是政治性办案。根据中选会10八公告，5个哪位罢免案2阶段联署爱报警，包括台中的颜宽恒、江启臣、杨庆英、新德县的林书明，也甲差564人的新北罗明才。罗明才办公室表示，尊重公民的权利，相信向轻看到地方的进步，会投无同意票。最近我们的志工会更加密集的来出现在街头上跟民众做沟通，补件的这个数字，那我们目前手中的数量是足够的。罢团表示对报警有信心，按过嘛呼吁第一阶段签过提议的民众，避免第二阶段定候联署。对这代志，哪位林书明这个罢团也拄恶名用第一阶段提议名册来倒则通过第二阶段，是实行诈术的行为。中选会所提供补考机会已经构成渎职。跟中选会来呼吁这些重复联署剔除以后，会达到2阶的门槛，你就应该要宣告这个2阶的罢免案不成立。我不知道林思明委员，你们国民党95%伪造的这个比例有什么资格来说我们？所谓的灌水，你说1阶不得重复为2阶，这不是本来就是这样的事情吗？中选会强调，报警是法律明文规定，选务机关依法办理，并无错误。林书明呼吁检调应该随经办罢团是不是有涉嫌伪造文书，也搁用假告知等不法联署事项。记者综合报道。高多数进前要求地方政府爱家己找经费来负担一部分每年的租金补贴，引起地方政府反弹。内政部长刘世芳今仔回应讲，这租金补贴不是法定的一般性补助款，也强调今年未受到影响。行政院也挂保证，讲这租金补贴的金额不会减少。因应财委会修法，国土署进前发函予中政府，要求家己筹备每年租金补贴10%至40%不等的经费。那台北市长蒋万安公开批评中央，新北市政府嘛抗议，因为中央把社会补贴的责任撒予地方。这对于本来就已经资源有限的市政运作将带来严峻挑战，可能进一步影响新竹市大约1.1万户租屋家庭的权益。是属于非法定的一般性补助款，跟所谓的一般性补助款删掉这个25%是不一样的。那所以我们今年的租金补贴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租金补贴政策为2007年开始办理，第2021年进前是依照地方制度法、财委法，中央负担75%，地方25%。2021年中央扩大租金补贴额度到300亿，后来因为中央财税收入创新高，当时担任行政院长的苏贞昌提出由中央专业负担，不过行政院即马挂保证，中央的政策无变，租金补贴金额未减少。租金补贴它是一个地方自治的事项呼吁地方政府能够共同来承担这个对于弱势或者是我们青年跟婚育家庭的这样的一个租屋的需求。长期关心其他政策的民间团体认为，若是租金补贴受影响，一定会冲击租厝的人，爱政府应该积极解决租厝乌市的问题。政府不能忽视掉台湾租屋黑市以及租屋市场规模不够太小以及租屋乱象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必须同时配套去处理。李秉仪认为，除了租金补贴，赶紧兴建社会主体，才会当提供更加稳定透明的租厝市场。嘛强调，问题的源头也是伫个关厝价，呼吁政府袂使无重视。记者综合报道。
今日举行央行第二季理监事会议，利率决策含这房市信用管制拢无变动，经济成长率有关预测是3.05%。那讲到最近台票一直起对出口产业真不利，央行总裁杨金龙今日就表示，感觉这届台票升达只是修正，进口含出口会当互补，唔是单方面的不利影响。目前央行会用这降息来稳定台票。政策利率不变哈，那选择性信用管制也不变哈，所以呢，市场在担心说有第8波是不会了。央行公布上新的利率决策维持连5届冻结，经济成长率也是维持3.05%。不过市场关心新台票为拜一开始收盘价拢伫29块半起落，今仔拜四收伫29.621块，报7.9分，引起出口商烦恼新台票升台速度来冲击。新台币升值他们就形容了哀嚎遍野，他只是讲到一面而已啦，进口也是可以抵消的啦。新台币的利弊可部分的互抵，而并不是单方面的不利影响。今仔为今年5月新台票兑换美金表现来看，台票强势升达将近7%。不过央行总裁杨金龙认为，爱看较长期的。年初以来是我们的第一季稍微有一点贬值的多一点。你如果说是比较长期，从年初这样来讲的话，稍微这样，这一次呢，稍微有一点修正的感觉了。杨金龙讲，目前央行未透过降低利息来减轻新台票升台的压力。到目前为止啦，我也是觉得就是说，我们还没有做这样的一个构想。经济非常不好，然后通膨也显著的下降。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呢，降息的一个条件就有了。不过呢，以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还没有看到那边。杨金龙指出，稳定汇市是央行的职责，希望出口厂商包含外资甲媒体，一旦做伙协助，互汇率维持稳定。以目前经济状况来讲，即卖的货币政策是适合的。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去年底通过就业服务法第46条修正案，被开放80岁以上时代，也是70岁到79岁感情2期以上的，唔免巴士量表评估，就停好请外籍看护。劳动部表示，上近7月底施行，发生到时阵的分流和动静个案大升来整。不过民间团体是认为讲，若种分流颠倒会互想要申请看护的家庭，伤空伤帮去摕到这动静的证明，到时阵受接外犹原是一寡时代。台湾当照的需求是愈来愈多，立法院伫咧去年3读通过就业服务法草案，其中第46条修正案，若是要请外籍家庭看护工，开放80岁以上的时代，也是70岁至79岁感情2期以上者，唔免医疗机构巴士量表评估就通请。18劳动部表示，拍算上紧是7月底实行，未来几月动静和一般案件分流，拍算互动静的个案优先。这个配套所需要的流程、系统、人力，也包括法制作业，目前也在筹备之中。那这个我们现在还是预定在7月底前，希望能够把相关的配套做到一个段落。不过，民间团体认为无需要去动静分流，因认为安尼颠倒会互想要申请看护的家庭，愈会上空旁去摕到动静的证明，时间忝的要是时段。民团嘛烦恼外籍看护甲动静当作跳板，时间搁找理由专去照顾亲情。我们必须要有一个移工的这个照护履历，他当然可以转换雇主，可是你要如实的载明。他今天转换雇主的原因是什么？另外，有劳团是认为无应该把请看护的责任拢放互家庭，若无劳资强决定会伫家户内底互人暗藏起来，亲像限制看护自由，也是将监视器侵犯隐私等等。劳团认为应当由长照机构去请外籍看护来进行训练，再派到家户做工课，安尼嘛有人通轮替，管理爱透明，才通避免长照逼局。有一个机构咧做雇主，然后。这个劳工若发生什么代志，真济会当通知这个机构的，这是督导嘛好啊，还是什么协助人员嘛好，所以这个部分会当就去较好势处理。劳团表示，台湾的长照需求会愈来愈重，外籍看护嘛需要伫咧健康的劳动环境当中，才通互受照顾的时段得到较好的照护品质。劳团呼吁劳动部伫咧规划配套的时，就要重视这点。记者卢尚珠、郑俊尧台北报道。这漂白水唔但会当消毒，也会当用来治疗异位性皮肤炎。高雄医学大学附设病院就摕药水布，亲像面膜的方式，把这漂白水打伫咧患者的皮肤顶头，配合药啊来控制皮肤炎。患者讲，咧上的镜头会当改善8成左右。
将市面上有在卖漂白水摕来甲滚过水，用1比1000的比例落去头，落尾用砂糖装伫咧药水布顶悬，然后就固定有湿疹的所在。这是高以皮肤部全国首创的漂白水疗法。这位患者自细汉就因为异位性皮肤炎感觉真困扰，见摆镜头若压起来，若就甲袂食袂困哩，过绕甲流血流滴，真正食药啊控制效果有限。自从配合这款新疗法了后，伊的镜头已经改善8成。是有在吃那个抗组织胺的药物，在控制这个就是过敏的情况，但是就是因为还是会痒啊。后来听了王医师的建议，就是还是有就是尝试用的他说的那个湿敷疗法，会感觉说就好像不会像以前一样这么容易频繁的那么抓这样。异位性皮肤炎有将近8成的患者伫5岁进前会发作，受到遗传基因、体质甲环境等等的影响，真歹根治。以前拢是食药啊注射控制，不过对重度患者来讲，效果会愈来愈歹。高医表示，经过因这几年的试验，发现将漂白水透布了后，用像打面膜的方式甲固定起浸膜的所在，会当互皮肤顶悬的细菌达到平衡的状况，降低皮肤发炎的情形。用市售的漂白水稀释1比1000的比例，然后把它适当的加在上面，然后以不要滴下去为原则，适当的湿润之后，再把原来留下来那一半给它反折回来，让它外面保持一个干燥的状态，这样就完成了。然后只要等2个小时，这个干了，这整个袖套就可以脱下来。高医表示，这种漂白水疗法简单，需要的材料嘛免开伤济钱，患者家己踮厝就会当做。不过院方也强调，爱选无掺其他物件，纯度大约是5%的漂白水，而且边的部分嘛爱避开，才袂无细致去用到目睭。记者郭家祖、张高永昌报道。伫咧武陵山庄附近的树林，有人发现一只台湾乌熊掉伫咧陷阱，林保署赶紧把这乌熊送到急救站治疗，也因为这国家的公园内面是袂当拍来，即马警察也要启动刑事调查。受益用吹钱甲吊伫咧锁仔内底的台湾乌熊麻醉验伤，雪霸国家公园管理处武陵山庄附近的树林，6月17日有林保署的人发现乌熊受困，随甲雪霸处生物多样性研究所，也有保持总队警员组一个27个人的团队，暗时9点40分去甲救。还有一个人要在我这个位置，对，然后用船的哈。受困的是63公斤成人的熊公，有卡散、有脱水、发炎、贫血等等的状况。18早起7点多送去野生动物急救站，因为倒脚头前骹部有部分组织拢已经骸去，所以部分甲切掉。林保署甲雪霸处19个灯会现场，看敢有拍拉的工区。那左前掌因为受困套索，有部分的组织坏死，那目前已经进行局部的切除，后续将持续的给予适当的医疗处置以及观察。6月19号呢，水坝处呢也跟林保署的人员总共6个人在案发的一个区域呢进行一个地毯式的搜寻，希望能够清查到潜在的危险因子人甲熊的冲突是愈来愈侪。今年4月，花莲岛溪中正部落一只台湾乌熊，甲真侪狗仔家禽食好掉，互巡守队甲开枪。5月，台东卑南美龙村是有民众伫咧隔海拔的山区发现台湾乌熊掉伫咧锁仔内底，离徛价敢若130公尺。这个乌熊受困的地点也挖进武陵旅游区，专家认为政府应该跨单位合作，补助山林的民众打造防护的围栅，而且建立快速应变机制。跨单位的合作。我觉得是未来更需要去加强的部分，先考虑黑熊是濒临绝种，所以可能就先以驱赶为主，但是可能在未来可能要更快的去积极的，比如说甚至傍晚很快就要去捕捉或是怎样的作为。雪霸处强调，保持总队已经启动刑事侦查，伫咧园区拍拉是违反国家公园法，也有野生动物保育法，会判1档以下有期徒刑，拘役也是罚金36万。公视新闻台中报道。伫咧偏湖七米海峡有一种外来种叫做极冠海青，这款海青会食漩涡，最近变甲真高炭，恐惊影响到生态。即马海保署甲当地唱水业者合作，要来甲这个外来种海青拢灭掉。工作人员将支管海星硬入去地下内底，有学者甲海洋志工发现，偏湖7米海域专门食漩涡的外来种支管海星，近期数量增加真济。平均体长无到20公分，大约2岁左右。海保署接到通报，18开始人工移除。只要有人有通报这个籍贯海星的问题，基本上我们就是启动开始做调查。所以七美的这个当时我们收到通报之后，其实在调查的时候知道它已经的密度有到一个接近警戒值，所以我们就启动一个专案开始做籍贯海星的清除。籍贯海星表面刺真济，还有真紧度数，平均体长25到35公分，但上大会使到大约1公尺。因为因专门食漩涡，佮真高者，恐惊危害漩涡生态。而且籍贯海星毋是第一摆出现伫偏湖海域，
2010年6月，研究团队就伫西吉岛海域监测到数量异常增加。60年从澳洲大堡礁大爆发以后，随着洋流全世界就开始到处都发生大爆发。大爆发的条件是它的珊瑚要非常的健康，覆盖率通常大于50%，一年至少3亿颗嘞，繁殖力很大。机关海星刻伫船坞顶悬刻条条，毋那平湖、东沙环岛国家公园周边海域的机关海星，今年同款拖了真严重，学者呼吁政府赶紧应应。除了会使用臭酸移除、人工移除，嘛会使比较青度定，建立奖金制度，鼓励畅水源移除，控制大爆发。公视新闻陈环宇、柯正俊平湖报道。屏东大学艺文中心这2个电视微型艺术创作，展现1970年代眷村的面貌。作者也把脑海内面的记忆用双手做出来。还有当时送瓦斯的一些情况，那个机车不是很干净，它是很脏的。假树的乌多摆，红色的大门，甲门口插的国旗，壁边种刺仔花，看到这物件，敢有亲像细汉的时阵，参厝边的朋友做伙佚佗的场面，充满回忆。另外一边细型的灶骹内底，有香菜火鼎甲菜厨仔，这拢是视觉艺术生叶大明的毕业作品。伊甲英国细汉时阵眷村的生活情况，经由微型的创作表现出来。透过一些怀旧跟记忆的场景，然后让我脑袋里面所在有的这个传统台湾的古早味记忆能够经由袖珍艺术，然后展现出来。叶大明表示，这摆微型的作品有11件，要把1970年代的记忆打造出来，确实是足大的挑战。有的物件无法度用手工做，就要使用3D 的技术甲印出来。亲像报纸档咧卖红仔册，伊拢做甲一模一样，阁会使显。国旗爱用当片，才有办法表现出好风吹的情况。哇！你们去看每个刀叉，怎么会细腻成这个程度？我觉得真的是很让人家很赞叹。因为现在这种厨房大概，我觉得很有味道，很有古早味的那种氛围。这样。叶大明讲，创作对伊来讲是一种自我修复的过程。艺术毋但是呈现过去，更爱思考历史的意义。伊希望民众会使对这个作品感受到无同时代的感情甲文化的连结。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讲到这番仔火是早期台湾社会家家户户拢爱用到生活用品，不过您敢知影讲，对这一盒一盒的番仔火，也当看到社会时代变迁。高雄历史博物馆甲收藏家林玉如合作，来展现400盒来自各行各业的番仔火，带大家来看高雄的经济文化演变。电视橱窗内底放满番仔火，有的造型特殊，一看就知影是火锅店；有的是印高雄的景点甲店名，互人一看就知影这是高雄来的。高雄历史博物馆讲，台湾伫清朝都捌出现番仔火，大约到民国50年代是番仔火产业上盛行的时阵。那家家户户拢会用到番仔火，阿爸也成做各行各业上好的广告物。很多餐厅啊，各地方就是每一家商店它都会有一个火柴盒，就客人来了都给他们。那个时候没有打火机。所以才会有这些各行各业的必需品这必需品除了生活之外的是用来做各种这种交际应酬各方面推广行销的一种媒介。有餐厅、旅馆、有饭店、银行、酒家，展场内面大约有400盒的番仔火，全部拢是来自林玉如的意外收藏。林玉如讲，伊直咧收集老高雄的物件，研究高雄的演变，要证实一个所在过去是餐厅也是戏院，这个番仔火是上好的辅助资料。这摆展览是用行业去分，若是换用行政区来看，佫会当看到高雄的经济文化演变。你嘛会发现规个高雄市的变化，为盐埕埔蛤蟆心，安尼直直过爱河，甲这边林雅区前镇遮的变化，火柴愈来愈少，表示讲这边开始开发的时阵，就无咧印这个物件。嘛代表迄个时代已经没落啊。番仔火阿爸顶悬的店家，有的已经消失，有的甲当也搁伫高雄咧经营。透过这个阿爸将过去甲现在连做伙，也个人看到老高雄的繁华年代。记者郭家祖、柯超勇高雄场报道。迄热伫要到啊，真侪家长会伫咧这个时阵，甲囡仔做伙去参加营队。今年教育部和文化部就邀请各地博物馆、美术馆，伫咧热热期间规划6000多场的活动，要互民众有无同款的体验。
暑假休热是学生囡仔自由安排学习的好时机，这应对活动拢是办伫这个时阵。今年教育部以 Teen Muse 做主题，和文化部高雄博物馆、参考立的博物馆、美术馆等等的社交文化机构，要伫咧暑假期间办390场的应对4000场的电影活动，也有演习和讲座。全台湾拢总是规划6000多场的活动，希望让学生囡仔有丰富的暑假生活。Muse 其实代表整个我们台湾的主要的一个棒球的意象。那我们希望呢，我们所有的民众可以从我们相关的这个活动开始来出发，来勇敢的往前知识的路上面来前进。那国家准备了那么多好的这个展览，然后丰富的内容，然后可以认识自己台湾、自己家乡的东西。孩子其实就近就有很多馆所，现在台湾地方文化馆也有300多个。透过体育总部用热情的开口，伫咧 Teen Muse 启动记者会顶头，讲台语介绍即届的台语相关活动。重新了解到过去台语电影的高峰时期，邀请到观众来走入到经典电影的场景。台湾文学馆表示，台湾这几年有真侪优秀的文学改编做电视剧，也是拍电影等等。为着要让民众了解早期台语片到近代台湾新电影浪潮的文学改编发展，文学馆要来展出侪手稿剧本，甚至嘛要邀请民众来替电影重新配音写口碑。踏上文学荧幕奇幻之旅的特展，那其实里面就是从文学改编成很多电影的主题开始讲，内容很丰富的，包括台语片、还有爱情片、武侠片等等。另外，伫咧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嘛推出本地戏彩楼数位展，也若像九之一地动教育园区，也有车人埔短暂保存园区，嘛结合民众关心的防灾议题，要来办展览活动，让民众了解地动和土交流。这场馆是功夫景点造成博物馆国家队，希望让民众伫咧暑假有多元的体验。记者卢尚珠、曾春友台北报道。嘉义的中正大学加这三兴社区发展协会连续2年拢办这弄山的活动，不过今年受到这气候影响，山野生了无水，这摆这山野节就改做来介绍对日本时代到达闽乡三兴村山野历史的发展。那不知道各位讲故事来了解在地较早种山野的历史，嘉义县闽乡的三兴社区甲中正大学中国大学路的计划团队设立文化历史的扛棒来了解庄内的山野。国家在地青年商会合作调查庄内山野生长状况。来遮参与啊，互遮老人回想到讲较早弄山野的趣味安尼。山野要种到100栋是非常的困难，毋过咱遮竟然有218栋，甚至我搁咧酿的过程当中有会友大家种欢喜的讲，有酿到一丛超过300公分的，迄个hình坎啊，山野的hình坎啊有超过300公分的。中正大学中国大学路计划团队表示。中正大学的设立甲道路开发，捌影响到学校附近原本的山野树，透过在地民众甲大学师生的守护，才保存着这生态资产。扛棒的设立，毋但记录这个过程，嘛是大学甲社区共荣的成果。互咱的这历史甲文化会当保存落来，所以对我来讲，伊是上重要就是变做是文化保育、环境保育甲历史永存的一个想法。三兴社区表示，今年因为天气的关系，无法度举办弄山野的活动。中正大学也是甲社区中部用无同的方式来庆祝，希望透过活动，让民众甲学生知影，这个山野毋但单单是食物，嘛是传承地方历史甲感情见证。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王定安伫1919年出世，迄个时阵是台湾威权统治年代，伊积极参与民主运动，是台湾这个党外运动甲推广地方文化代表。今年是王定安别逝满40年，伊的查某囝王敬玲特别举办一场纪念活动，邀请无同世代代表来讨论台湾的民主运动甲地方创新的发展。这本《红 K 少年兄》写的是1950年代到1980年代积极参与党外民主运动的黄定安，一生为着自由民主走从奉献的故事，为着让更较侪人了解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伊的查某囝王敬玲教授特别举办纪念活动，邀请无同世代代表来讨论台湾党外运动参地方创新的关系。发现到咱这党外运动的前辈，其实因拢足关心咱在地文化的创新。物件对于爸爸伊去参与着，譬如讲公庙内底伊去担任这个庙的主委、庙的总理，
要对这个咱庙的内底，并且信徒斗阵，去互因发现着讲咱在地文化其实真重要。这场讲座计共邀请5位来宾，有东华运动的大前辈周清玉女士，除了分享台湾民主路的历史，嘛为台湾的语言平权来讨论自由平等。另外，还有学生代表为新世代角度来看台湾文化保存。语言其实只是上基本个结构上无受到重视，像咱其实空气足要紧的，但是都无感觉伊重要的，都无去你才知苦啦。所以即话会使讲对遮伫咧努力。甲阮中华文化透过贴文，搁有活动，这两个方式甲伊传出去。我们就是想讲，即马学生拢较袂晓讲台语啊，要伫咧8月30日的时阵，要伫咧中华的孔庙办咱台语的绘本日。主办单位表示，台湾民主运动其实和文化运动拢是相牵连的，希望透过地方人物的故事，让大众了解台湾民主的发展过程，嘛要鼓励大家站出来，用家己的方式关心台湾的在地文化。记者杨淑清中华报道。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保守派占多数最高法院18表决支持订立西州禁止被成年的下性别者做改换性别医疗的法律。有人认为讲安尼新的判决会颠倒害这下性别的权益当咧提步。性别肯定医疗讲的是对下性别者提供荷尔蒙也是手术，帮助因对原生的性别转化做因家己希望红认可的性别的照护。美国最高法院18是以6-3通过支持田纳西州禁止未成年者接受性别肯定医疗的法律。不过，这个通过等于是替其他州的禁令嘛来开保护线，互下性别族群是感觉有够失望的。Almost certainly will mean that similar laws in 26 other states will survive legal challenges, and it could also make it easier for other efforts to roll back transgender rights to survive their court challenges. 这案是3个田纳西州的下性别青少年和厝内人和医师提起，指控讲禁令是违反美国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最高法院的表决嘛反映出保守派的绝对优势。首席大法官罗伯兹代表保守派多数来发文指出讲，田纳西州的禁令无违反平等保护条款，主要的考虑是年会和医疗用途。3个自由派大法官认为讲，这是以性别分类人民，因对结果是爱听为限。I am myself trans, and I am deeply concerned about efforts to erase transgender people from public life. I think the court decision today was just one of many things that are happening that are part of a larger effort to deny our rights. 川普的政策是大量限制下性别的权益，包括把下性别者对军队踢出去，把性别定义做男性和女性2种，嘛拍算用行政命令禁止联邦政府资金用在未成年的性别肯定医疗，以心理咨询来代替。虽然一寡州并无禁止这项医疗，而且用州法来保护，但是即马若是无联邦资金，就算想要做嘛是真歹做。公司新闻是会长编译。韩国总统李在明上任了后，决定把前任总统尹锡悦搬去龙山的总统办公室，刷回来到青瓦台。这青瓦台呢，对8月初一开始呢就暂停对外开放，等待搬刷了后会搁再开放。有真侪民众赶伫咧最近去参观登记的人，干那5月就42万人。时间一到，大批排队民众陆续行至青瓦台笃定的大门，为大草皮甲巴士总统办公室的建筑物头前，4月拢是安尼，人挤的场面。朝鲜半岛历史上的高丽王朝，以南北韩边界北方的开城是首都。即摆首尔是叫做南京，高伫青瓦台所在位置建造行宫。朝鲜王朝互日本独立扳倒了后，这个所在封改建做日本总督府，叫做检武台。战后第4任韩国总统温朴先任来改名做即摆的青瓦台。1990年代先后担任总统的卢泰愚、金泳三任来改建，也是拆除原本的总统办公室甲官舍，成做即摆的模样。 청와대라는 상징적인 것도 있고 푸른 창자에 기어왔자의 그 뜻도 좋잖아요. 그리고 이게 터도 좋은 것 같고 여기 대통령님 여기 들어오셨으면 좋겠고 진짜 상징적인 것 같아요. 제가 봤을 때는.
以早青瓦台就有开放民众伫起内底参观的行程，也毋过只限伫接台设到办公室外的道路，最后到接台外国元首的迎宾馆。文史馆当选总统了后，刷到龙山区国防部办公。青瓦台正做开放参观的公园，包括捌接台、8项高官的会客室，拢会当入去内底看详细。也毋过随着文史馆落台，李在明就任，宣布将搬回青瓦台执行总统职务，开放参观的范围一定会大大缩减。오늘이 아니면 이제 방문이 어렵다고 해서 이제 아이들 데리고 교육적으로 한번 보고 싶어서 같이 방문하게 되었거든요. 그러니까 선거가 끝나고 이제 이 대통령님이 확실하게 여기 들어오신다고 하니까 이번에 이런 기회를 못 잡으면 다시는 여기를 볼 수 없겠다. 虽然韩国朝野对移转政治中心、解决首年人口过度集中的问题拢有共识，也毋过2004年首都移转计划互宪法法庭裁定违宪，所以除非未来修改宪法，若无短期内韩国的总统一定继续留伫青瓦台办公。公视新闻其他人编译。全观众朋友做伙来看明仔载的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5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5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5度到32度。平遥、金门、马祖对26度到32度。还个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今仔日要坐老店，老米店到今年都要第30年。哦，这个